憋，怀念起当初被吊起来拿去卖的美好生活，带入这个憋的视角，那真的很绝望了。前世网友在街头遇到了卖鳖骗局，说是野生甲鱼，于是出于好心把他救了，结果拿回家才发现是一只珍珠鳖，网友便把它养了下来，取名为来财。刚开始还给来财置办了很多物件，氧气棒、温度计，来财在新家里该吃吃该喝喝，原本看起来一切正常，直到今年5月份，网友给他加水时，来财在缸里莫名躁动起来，甚至拼了命的想往缸外爬，一直到6月10号，来财一直在缸里挣扎。评论区有人说可能是快要下蛋了，放岸上就好了，网友也是听劝，立马给来财捞了上来，温柔是挺温柔的，结果待了一晚上一动不动，确实是安静了，但看着他好像要挂了呢。于是网友害怕来财太干燥了，又把它放回了缸里，谁曾想在纸箱里安安静静的来财一回到鱼缸里又开始躁动起来。又见评论区有人怀疑过鱼缸漏电，但网友犟嘴非说没漏电，最后眼见说漏电的人越来越多，网友觉得不对劲了，把鱼缸的电给拔了，最后网友找来电底测，这是12，我都亏到100了，110了。所以说来财被电了1个月，而且每天24小时没有间断的被电，好不容易放到纸箱里可以睡个安稳觉，没想到还被敲醒了，睡到一半的来财直接